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有多的妇人人得到赦免。路加福音第7章36节到50节。路加福音第7章36节，有一个法利赛派的人请耶稣食饭，耶稣就入去迄个法利赛人的厝坐倒食饭。迄个城内有一个有罪的妇人人，伊知耶稣伫迄个法利赛人的厝伫食饭，就带一罐堆香油的玉盘来。伊徛伫耶稣的后面，抹伊的骹伫靠，目屎滴淡伊的骹，就用家己的头毛甲拭，搁直直浸伊的骹，用香油甲抹。请耶稣迄个法利赛人一个看到，心内想：即个人若是先知，一定会知伫甲伊摸的是啥人，是甚物款查某人，因为伊是罪人。耶稣就对伊讲：西门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西门讲：老师，请讲。耶稣就讲：有2个人对一个债主借钱，一个欠伊500个银仔，还一个欠伊50，因无法度通还，债主就撤销因的债。安尼，倒一个会较疼债主？西门因讲：我想是债受撤销较侪迄个。耶稣甲伊讲：你的判断真对。然后耶稣回头往妇人人对西门讲：你有看到这个妇人人无？我入你的厝，你无用水互我洗骹，毋过伊用目屎滴淡我的骹，搁用伊的头毛拭。你无甲我浸，毋过我入来了后，伊直直浸我的骹。你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毋过伊用香油抹我的骹。所以我甲你讲，伊疼较侪，表示伊真侪的罪过已经有得到赦免。得到赦免较少，疼就少。耶稣就甲妇人人讲：你的罪得到赦免啦。共倒遐个人心内想：这个到底是甚物人？伊竟然赦免人的罪。耶稣甲迄个妇人人讲：你的信心有救你，平安倒去。默想，耶稣受邀请去甲一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兜食饭。有一个查某人听讲耶稣伫遐，伊无受邀请，阁是一个妓女。毋过伊无惊别人的眼光，犹旧是入去耶稣所踮的这间厝，炸一支缀满香果的玉盘，谦卑来到耶稣的身边，跪伫耶稣的骹边伫哭，用目屎洗耶稣的骹，用头毛甲伊的骹拭互干，阁用喙浸伊的骹，用香果来抹耶稣的骹。大家拢知影，这个查某人一向是伫罪恶黑暗中伫过日，毋过伊煞选择来找耶稣。耶稣就是迄个世上的光，所以当伊cùng我耶稣伫天口，就表明伊会当有一个新的生命、新的生活。伊为家己的罪流目屎、悔改，佮用贵重的香果来抹主，用深深的疼来回应主耶稣对伊的赦免。颠倒主人西门无用迄当时接待人客的礼数来甲耶稣洗骹，也无用油来抹耶稣的头壳，佮无用针喙来欢迎耶稣。虽然邀请耶稣，煞对主是无尊重，掠家己罪义，无认为家己是罪人，颠倒是袂得到赦免。你敢捌深深发觉家己过去是伫罪恶中？敢捌深深体会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牺牲流血的大疼痛？
感觉深信家己即摆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若是安尼，你才会当对心肝底真正疼主，佮委身伫伊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感谢主，黑暗毋捌较赢光，你就是迄个光，照伫阮心中的黑暗。当阮来到你的脚前，罪就得到赦免。你拄去阮的见笑，就若亲像你对迄个查某人所讲的，你的信心有救你，就平安倒转去。无论阮的光景是安怎，伫亲演罪孽中，就求你，互阮有信心来回应你十字架大疼痛，因为你已经为阮付出代价，互阮通安然无惊吓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，得到怜悯甲恩惠，做阮随时的帮衬。求你帮助阮明白你长阔悬深的疼，互阮通搁较深来疼你。感谢主，阿罗主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